先生太太你好，我叫名 Tri Pujiati，今年40歲。我結咗婚，我有2個小朋友，第一個9歲，第二個3歲。我以前呢喺香港做過11年，第一個居住呢做咗8年，我照顧小朋友嘅。第二個居住呢都係小朋友，第三個居住呢就照顧婆婆同埋公公。咁我食清潔啦，煮餸、買餸、煲湯我都食。煮餸嗰度呢，我就食煮蒸肉餅啦、整排骨啦、煮薯仔炆雞翼啦、牛腩炆白蘿蔔啦，我都識煮嘅。煲湯呢，我食煲青紅蘿蔔湯、蓮藕湯同埋西洋菜湯。滾湯我識滾節瓜湯、冬瓜湯、紫菜湯。買餸我都識買餸嘅，唔該。